伊若台北真侪所在，拢会当看到规大阵粉鸟啊。事实上，伫公园内底饲野生的粉鸟啊是违法的。不过过去犯法的案件无济，3年外竟然是无到10件。这个粉鸟啊四界飞，鸟仔屎着乌白棒嘛，造成一寡民众的困扰。所以动保处有吩咐民众防鸟贼。不过呢，这是要互粉鸟啊唔敢来挖。不过即马是用批评讲效果有限，颠倒去伤害着猫仔狗啊。 一只搁一只，遮尔侪粉鸟飞来飞去，吵甲社区居民是真艰苦。4点钟了就开始咕咕咕咕了，啊，真困袂好势。涂骹、河边拢是粉鸟屎，台北市真侪所在生活拢受影响。动保处发防鸟器，无要互这粉鸟真做问题。他发给我们100个，我们有请里民来领取，可是呢，成果。 不怎么样。我不会放啊，因为好像蛮尖锐的。然后猫咪呀、一些小动物可能会不小心弄伤。不止成效问题，有里民唔敢用，放伫后边厝顶阳台，都惊误伤其他小动物。有民代质疑，市府处理粉鸟态度最发焦消极，点名动保处设计劝导卖接触、卖分庭、卖延期。 公园这场所，公园处处理无够力，违法饲粉鸟爱法，近3年拢是个位数。我们的驻卫警同仁，他们都穿制服，他们其实到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走。追气的部分会变得说会抓不到行为人。基本上我们是做宣导的角色，那我们会宣导教育民众说要如何正确的跟动物相处。目前的话，我们还是提供就是诱捕鸽笼，但是您也知道，就是这种事情就是治标不治本。 亲像大安森林公园、干道宫、民权大桥、中正纪念堂，这些所在社区徛家拢真困扰，要改善粉鸟问题，恐惊不是靠劝导就能解决，因为反防鸟器也引起互相的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